嘅主禮嘉賓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同你拜年。We now invite the Honourable Johnson, Financial Secretary,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address us. 曾司長咧會以廣東話啦、普通話以及英語咧同我哋致新年前嘅喎。Mr. Tsang will deliver the speech in Cantonese, Putonghua,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. 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係壬辰年嘅大年初一，我首先向大家拜個年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、龍精虎猛、萬事勝意。由香港旅遊發展局連續第17年舉辦嘅國際花車巡遊，已經成為香港嘅重點賀歲節目之一。更為全年嘅多姿多彩嘅節慶同盛事揭開序幕。今年花車巡遊再次以國際都會、環球派對為主題，展現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，融匯中西文化，充滿動感活力嘅特質。旅遊業係香港經濟嘅重要支柱。過去嘅一年喺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之下，旅遊業表現係理想嘅。訪港旅客刷新咗接近4200萬人次嘅新紀錄。今後特區政府係會繼續全